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日本的红仔册改编的动画《鬼灭之刃》有够夯。这个电影版顶个月30号伫台湾放映，短短无到1个月，全台湾的票房冲破到4亿5千万，创下到台湾的电影史这个日本片甲动画片的上了的冠军。另外，这个金马奖的效应，有得奖的电影票房拢加持着，像《消失的情人节》这出电影，票房讲飙升467%。鬼灭之刃剧场版无限列车篇上映3礼拜外，尔票房就超过4亿5千万，确定是今年票房第一名，佫创下台湾史上票房上好的日本片加动画片的纪录。我原本看过漫画原作的，他就已经很期待看动画。那看过动画原作的人，他就觉得说，他更想要看后面的情节怎么发展。今年全台湾的票房算到11月2是《鬼灭》是冠军，第2名是韩国片《时速列车》的《感染半岛》3亿5千万。好莱坞名导演克里斯多夫诺兰的《天灵》以3亿4千万排第3名。今年因为疫情关系，较早好莱坞拢是占前3名，即马拢无共款啊。刻在我心底的名字。国片嘛，继续，因为金马都结束，提到电影歌曲刻在你心底的名字，要超过1亿啊！也由陈淑芳主演的《歌迷》10月的票房成长19%，票房超过7700万。影帝木子怡搬的《亲爱厝卡》票房成长20%，金马上前的《消失的情人节》10月的票房起467%，起上前。所以有些观众觉得说，这么好看的片怎么之前不知道？所以他们透过金马奖，他们知道了。因为金马加持，电影院这礼拜愿意予国片机会，嘛予金马得奖的影片票房有机会搁冲悬。